今天的节目是来给大朋友声，节目开始到来一首休息梦。为你不惊风雨南，受风受雨也甘愿。千里路途不惊遥远，上惊梦醒变成空。啊，梦梦梦梦梦，啊，一暗过一暗，等等等等等，啊，等甲目眶红，敢是他乡的月亮暗？也是你真心将阮放，放下故乡，等待的人。为你不惊风雨南，受风受雨也甘愿。千里路途不惊遥远，上惊梦醒变成空。啊，梦梦梦梦梦，啊，一暗过一暗。等等等，啊，等甲目眶红，敢是他乡的月亮暗？也是你真心将阮放，放下故乡，等待的人。啊，梦梦梦梦梦，啊，一暗过一暗，等等等等等，啊，等甲目眶红，敢是他乡的月亮暗？也是你真心将阮放，放下故乡。等待的人。谢谢。光辉的相思梦。哎，今晚换芳龄唱嘛啦，哈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节目是咱语道破歌声哦。哦，啊，江林跟芳龄的每一天这个时间，拢总甲咱观众朋友来做陪伴哈。啊嘛，谢谢恁的陪伴，感谢恁的破歌声。哦，拄则阮的严明虎大哥嘛卡开啊哈。来，亲子姐姐好，秀芬阿姐玉轩，来吴大哥哦，红山哟，秀芬阿姐，炳龙大哥，咱的。啊，文龙大哥好，尤大哥、尤大嫂好，古大姐阿姐、天章大哥、沈天哥哥，谢谢啊，幸银大哥啦哈，也有咱的有文大哥、隆中大哥、焕中大哥，谢谢咱的郭明环爸爸，谢谢你哦。哎，宝贵姐好，感谢宝丹姐姐、秀伦大哥好，红金姐啊，木火大哥，谢谢我们的淑芬，来，谢谢满满的破啊声哦，好，老师。听讲脏啊，敢若大档就好。是。大档哦，讲好说要到上落的时阵要到39度。
39度，我有看到38、9度，哎呦无唔对，好热哦，这真正是热到走无路。这若热天到的时阵吼，这出门的时阵会记得防晒一定要做。吼，你尤其是咱遮阿姐啊，惊讲啪啪的乌斑牙开对无？无啊治咧，太阳眼镜，包括讲咱即个吼，长箱啊、薄薄长箱啊吼，你若小可甲安尼拢者了后，拢者，嘿，较袂直接太阳直接照射，我咧讲吼，是啊迄有当时晒久的时阵，迄皮肤病都被压开呢。因为即摆像即个日头，甲较早的即个日头，真正吼无汹汹啊，无共款啊，迄真正会加人。会加人吼。伊即个热天即个日头的时阵，不只是讲晒伫咱的即个皮肤面顶，也晒对咱身体即个胃内面入去。晒到胃内底入去哦。你敢无感觉讲安尼整句吼？嘿，天真地变吼，燥热。也燥热啊！北内面的时阵，一款野是无明火。所以讲有当时吼，人讲热天时啊吼，人的脾气会较歹，就是安尼。这款火的生成，叫做天公火。日头就是天公嘛，月亮对无？哦，就是这个地表。也，咱这个人吼，一个热了后的时阵，喙就会干。哦，爱干的时阵，迄个心浮气躁，代表就是讲咱体内面有做这个燥热。吼，有这个湿热就对啦。是是。那这个身体吼，敢若真像无所在通有味咧。你包括这喙的时阵吼，嘛想讲，哦，安尼食一点就是较温和的，也较滋润的、较清凉的。哦，较退火，这款滋味的时阵，来甲伊抚平啊。咱会做这个心浮气躁，对咱这个吼，这个受热啊。你讲着安尼。是。最近咱在时代吼，甲芳龄是毋是共款？吼，拢泡一下蜜者，哦，你讲泡一下蜜，甜甜，无当紧吼。我来讲会当足侪变化。我之前都甲恁教过啊吼。你若是讲安尼，甲买个一罐的时阵吼，内底甲钱啥？钱这柠檬。哦，你若随时像即个天的时阵，你毋免去出去买柠檬啊嘛。随时咱冰箱内底都有柠檬。上盖天然。哦，这柠檬呢？你即马只要冰箱摕出来，像我这是。我咧讲我这罐我旧年吼，我去年泡了浸3罐，剩甲这罐是旧年的，甲当吼剩一半罐，今年的时阵我着搁订浸嘛，搁订泡啊吼，安尼，你敢着搁出去买柠檬？毋免嘛，冰箱摕咧安尼倒开，这着一定哦，柠檬蜜就是安尼来。我今日看你伫咧啉的时阵，我着心凉鼻吐开啊。我咧讲，毋是干那柠檬蜜尔，你有当时嘛会当泡啥？泡咱的梅子啊，是，吼甚至像即阵啊，是毋是以前搁开始啊？咱拢会知影讲提高咱的免疫系统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可以泡什么？如果还家里有的话吼，即嘛会使去买迄个蒜头。蒜头。嘿，蒜头蜜。蒜头蜜吼，你即摆很仔细。其实。老师啊，伊浸起来了后，伊的气味是无共。无共款的吼，你嘛是我咧讲吼，我建议啦，你若是甲入落去了后吼，蒜头当然是爱泡那洗了后吼，爱拿水吼打，再甲入入去吼。共款哦，为冰箱摕出来的时阵，安尼，吼，安尼就会使啉嘛。有观众朋友讲说，还有蒜头味，敢会就歹啉的。其实伊蒜头吼，加蜜落去的时阵，伊熟成了后，是个气味的时阵足特殊的。就好啉的，对，你可以试看看。蒜头对咱的心脏，吼，也对咱的一个油脂啊，都真好。很好，而且我讲伊上调的讲吼，伊内底阿里信啊，也当提高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，足好的哦。过来一点像这煮的甘甜，对，甜甜的。这整个人心拢顺起来呢。我咧讲，老师啊，咱之前都有讲过啊，哈，你若会当吼，尤其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人吼。你会感觉讲，你最近你咧食甜的时阵，你的心情就会较好。是。吼，你有当时热来的时阵，人会感觉足迫切的。你去啉白滚水，还是讲你啉一下绿茶，吼，咱这柠檬茶，啊，甚至这蒜头茶呢，啉开，安尼啉开时阵，迄马上迄感觉就无共款啊。迄身体，迄脾气吼，本地是要野火开对无？天公火，王爷公火，吼。结果的时阵，就要变温和去啊！对，变慈悲的菩萨对。所以讲吼，今仔跟咱观众朋友分享啊，都天气真正是这2天开始吼，拢总非常的热啦吼。咱观众朋友，你若为着你的身体要较好的，
真的有的人叫伊讲啉滚水，伊就无爱呢。是，因为讲伊讲滚水都白正无味啦吼。袂吸收啦伊无希望讲啉滚水迄种正，因为咱人吼，迄个年纪较济的时阵，迄味觉啊嘛会较失去。对所以讲你物件咧食，较无滋味，较会重口味对无？所以讲你若叫你啉滚水的时阵，不是很喜欢。我咧讲，啊你就是安怎，蜜茶袂歹，吼柠檬啦，泡蒜头茶啦。泡咱柠檬茶啦，泡咱的梅子嘛足好的哦吼，佮弄两起来是，安尼就是足好的啊，嘿。真侪人吼，一个热的时阵吼，都安尼，像啊少年人咧拍篮球运动安尼，做咧灌大胶安尼，吼，迄其实吼，你若如果若讲愈热，你食愈冰就对哇。咱伫这身体温度36度、37度啊，对无？伊就安那就愈暗。是啊。咱身体是烧的啊。对。吼，你冰水灌伤济时阵对无？吼，冰食伤济袂使。啊，你讲清凉的即个冰水还佫无要紧。对。吼，也有一款的做这身吼，即甘润。冷茶就好啦。抑佫细致，吼，真幼稚啦。係。吼，啊淡淡伊做即个咧温甜，互咱做这人真正会舒服啦。对。爽快。特别是讲下早时啊好啦，吼，或者是讲这个时间下晡时啊，喘一口气休困的时阵。啉一杯啊。系啊，多气起来的时阵，好，这真正人啉落去吼，心凉鼻透开，精神百倍的。对啦，感谢吼，咱观众朋友吼，提醒恁哈，啊厝内底若有迄啊吼，啊蜜茶也好啦，吼柠檬茶也好，哦，甚至梅子绿茶这样吼，拢总会使安怎，这个时间甲泡一杯啊，互你心情好哦，吼，啊甚至迄蒜头迄啊，吼，佫会当提升咱的免疫能力，所以讲吼。袂歹啦，泡一杯也足好诶吼！来哦，谢谢咱芙蓉姐、青子姐姐、秀芬阿姐吼啊，洪选吴大哥恁的泡泡声，即摆要来进行着咱点歌的时间咯。今日头一首歌曲《种土豆》，啊，佫有迄泪的小花，两项国语台语拢唱。有情花车就未开。拆山一堆好鸳鸯。来第二首老师你要唱国语的吗？日语的甲唱两拍，系国语的甲唱一段。来日语介绍者。这个阿美诺布鲁斯，啊，国语的是韩语好的这个布鲁斯啦吼。雨中的山上是雨片翠绿，只怕是转眼春又去。来第三首《落山风》。往事若是在回想，加添心内的悲伤。第四首《黄昏岭》。阮是查飞无影的龙泉离开家乡，出我来救你。第五首《雨中鸟》。今天上尾的一首哦，夜夜梦。绵绵想你的心，想要甲你来接近，日日梦梦你感动，让你对我有情意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。头一首歌曲是《种土豆》。
来，第2首歌曲是韩语曲，第3首《落山风》，第4首《黄昏岭》，第5首《舞用鸟》，第6首《夜夜梦》。以上来看咱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317317，中华嘉七加控数，谢谢。为你不惊风雨南，受风受雨也甘愿。千里路途不惊遥远，上惊梦醒变成空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美惠姐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美惠姐，你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啊？第1甲第4。第1甲第4啊？甲第4。好哦，没问题，我下开哦，嘿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，平安哦，平安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秀芬姐啊。喂。来，秀芬姐，你上线哦。你说点那个4甲5啦。4跟5哦。对，恁遐下昼落雨，我遐下昼雨真大。真大吼，哦，啊，你要落来，你结雨啊，吼，雨音嘛，吼，谢谢。来，给我陈大姐你好。陈大姐来去哦，来，尤大嫂。喂。阿嫂。李老师好。好。啊，今仔日听到一首。1甲3。1甲3。好哦。好，我下开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姐姐。芳玲。Hello。袁老师好。哎呀。你今仔要听到一首歌。镜头刀。镜头刀，好来，我下开。在迄个黄昏岭。黄昏岭，我下开哈。好，平安了哎，姐姐，谢谢你。拜拜。来哟，隆重大哥。凤仪小姐你好，方林老师你好，我点1首。点1首。哦吼，我下开哈，嗨，那隆重大哥哈，谢谢您，该下开了。喂了，台南的张大姐你好。喂，你们好。好的。我想请老师帮我演唱3跟4。好。3跟4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没问题哦哈，张大姐，我来下开啊嘿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蔡妈妈。哟，两位好。好的。点1跟6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我先开哈。亚梦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哇，咱的雅贤姐哈。我点1跟3。1跟3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嗨，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午安，我要听第1首甲第4首，谢谢，感恩。OK，无问题哈。喂，你好，给我陈大姐你好，陈大姐你的电话拢一直接袂开哦。来，坤庆哥哥你好。你好。嗨，坤庆哥哥。3、4。好，我下开。好，谢谢你，好，3跟4。好。喂，你好，陈妈妈。喂，芳玲，嗨，我要镜头刀，拜拜。陈妈妈讲买镜头刀，来哦，顺辉大哥你好。我是要只听第1首跟第2首。安尼，顺辉大哥哈，好哦，无问题啊哈，甲第2首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宋华姐。第4首。第4首哦。好，我下开哈，第4首做啥人听？老师准备第4首哈。哎，你好，陈大姐你好。哎呦，陈大姐啊，卡下这边。阿姐啊，你好。我点第4首甲第5首。安尼哦，我下开哈，来，这是咱陈大姐哦哈。好的，谢谢你，陈大姐，平安哦。哎，你好，李港的陈大姐。李港。哎，李港。 4、5。4跟5哦。 4跟5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李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。哇，终于上线。终于上线，彩秋姐姐。你个生活吼，我唔是爸爸长夜，你讲彩秋姐，彩秋姐。我要听126。126哟。谢谢126，谢谢。哦，好，我下台 OK， 来，谢谢彩秋姐姐。我来，今晚吼，咱过来接2通啊，就好啊吼，老师就来做准备要落歌吼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叶大姐哦。
喂，你好，嘿，叶大姐要听到一首歌，第一首，第一首哦，哦好哦，我写开哈。镜头谢刀，谢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老师，镜头刀先还是？镜头刀先好啦，啊，你等下准备就看。哎呀，你来哟，镜头刀比较多。好来，好啊，等下第二首就是黄昏鸟哦，好，嘿，那我们准备一下。来，头一首就是镜头刀，吼，加上泪的小花，两拍台语的，搁少了最后一段就是那个咱这个国语的歌曲，康康，康康，你今天来下班？喂，喂，你好，来，要听哪一首？喂，你上线喽！哎，听电话筒内面的声音怎，么听不懂？电话来，筒内面康康的声音。上线呢，嘿，好，来好，无紧了，康康拍摄哦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你讲你听袂到我的声音吗？哈，好，我今麦来唱歌给您听，来安排这首我这镜头刀，对，美惠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咱的荣松大哥、叶大姐，佳佳、蔡妈妈、雅欣大姐，还有咱顺天哥哥、陈妈妈、顺辉大哥，咱的蔡秋姐所点的镜头刀。无情火车就要开，听山一对风怨游，看伊在哭，阮也将要哭，伤感目屎手起水流。你都快快，暂时回去恁家，帮帮你的老爸镜头刀，唔通乱走，唔通四界走，唔通去对别人走。无情火车就要开，听山一对好怨游，看伊在哭，阮也强要哭，伤感目屎手起水流。你都快快，暂时回去恁家，帮帮你老爸镜头刀，唔通乱走，唔通四界走，唔通去对别人走。在夜里飘落下，黄的花，白的花，带雨的花是我想起了他，就像是含泪的他。
谢谢泪的小花，好，咱台语讲做正土豆，啊，这地吼，这地韩国歌，可雷亚，都改编的哈。韩国歌雷改编的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老师啊完全有，我感情感觉吼，我拄则啉这蜜的，这甜蜜蜜，我这是准的。结果我发觉着讲，观众朋友会知影讲，咱若啉吼甜的时阵，你会安怎会较会生烂？较会生烂。吼，有的是挤喙焦，但是伊会生烂，会互你感觉讲，你等下咧唱歌的时阵，整个口水吼。我发觉说它也当挤喙焦，它可以润喉，但是它不会整个嘴腔白黏黏。真的呢，所以讲我拄则我拄则唱歌的时阵吼，没有让口水砸掉。是，添一个物件啦。其实吼，我真的是足爱这味的。本地你若了解吼，这个甜蜜蜜吼，这个蜜，伊的这用途真济，搁再来先，伊的就这营养素啊，这营养的成分吼真高。这蒜头的。你若看像迄个吼，你汪，你飞来飞去的时吼，规道的这个芳香内面，都是靠这味的甜蜜蜜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你敢知？饲囝搁饲芳。伊搁抗菌哦，因为吼，伊迄个这是师傅讲的，人专门咧饲芳的师傅讲，伊讲吼，当然啦，你敢知芳香内底吼是无菌状态？对，内底拢无菌。所以讲吼，伊蜜内底吼，伊都有一种物件，伊会当将内底一寡菌外来菌拢总甲排掉，吼是无菌状态哦。好来谢谢大家了哈，来玉轩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国东大的严明虎大哥，你的泡香有收到2届啊哈。来苏英姐、玉轩、神树哥哥，也有咱的蔡妈妈、佳佳，你的泡香有收到。顺天哥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木火大哥、古大姐来这，蓝雨姐姐啊，谢谢阿川姐啊哈，当的你好，秀芬姐啊哈，龙中大哥，来，恁即马满满的泡香我拢总有收到。即马要来进行哦，2首歌曲，听好歌，嘿，又歌名。好咧，送互恁大家，今仔送咱即罐热天教啊，送即罐上介好吼，就是咱即个万灵松，咱的倒手芳的万灵松送你哦嘿，送一罐来，准备着歌。沙哩，一首500啊，这沙哩啊，拢共款啊，沙哩拢共款啊，注意哦。来哦，卡手紧哦，我已经讲到足明显了哦，三字拢共款啊。一个波，逍遥来找着小风，脚底有一道金光，头前就是我的愿望。出着我的力量，演出着我的笑容，失败是普通平常，只差有一点的路，无时间通予我来怨叹，无时间通予我来迷茫，冲冲冲，提出信心向前冲，冲冲冲，打遍天下我相拥，冲冲冲，找找着我的心中最美丽当初坚持的理想。嘿咻嘿咻，嘿咻嘿咻，嘿咻嘿咻嘿咻，嘿咻嘿咻，是边是亲像飞路，条撇是我的脚步，我来当作先锋，开出一条爽快的路，无时间通予我来怨叹，无时间通予我来迷茫。冲冲，提出信心向前冲，冲冲冲，打遍天下我相拥，冲冲冲，找找着我的心中最美丽当初
初坚持的理想。若心中充满来冲，一定成功。冲冲冲，提出信心向前冲，冲冲冲，打遍天花我相拥。冲冲冲，找找到我的心中最美丽当初坚持的理想。若心中充满热情来冲，一定成功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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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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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咻嘿咻嘿咻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哎，咱观众朋友来甲又看卖咧。台湾做这个500，咱台湾上届有做这个乡土味的这个摇滚巨星500哦。啊，所以今呢要来甲献唱一个咱的这个台湾的做这个歌女，叫做凤飞飞小姐，一个日本歌曲所改编的一个歌曲，叫2字尔，吼，叫2字尔。来，咱观众朋友再来甲又看卖咧。是啊，这个歌曲真有热情啦。2个字，流出国语的哦。一片寄托在我的心，向晚白云何日再相逢？重温往日旧梦。你可明白我的心里？忘不了你。花流水悠悠，何日再能相逢？我甲你讲哦，不是白云哦，唔好过来又白云啊，一定白人又白云不对咯，吼，2字尔，国语的哈。想要留住白云一片，寄托在我的心，想问白云
相逢，从往日旧梦。你可明白我的心里？忘不了，忘不了你。花流水悠悠，何日再能相逢？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日语歌所改编的，你日语歌是3字啦吼，因为国语的当中才2字尔，才2字。来，我这边演出是按照着这个惯例来甲奏一底这个轻松动感的音乐了后，就要甲公布答案。谢谢，感谢。来，非常感谢咱姐姐这杨金时代，大家踊跃参加，咱就这个幼歌，伊就这个活动。来，我这边演出是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卡手嘛较无够，今日。来，我这边来甲公布就这个答案。一个逍遥来找着小风，脚底有一道金光，头前就是我的愿望。冲冲冲，冲冲冲，三字拢同款的哦。来，第2首。逍遥留住白云一片，寄托在我的心。这首歌曲叫做《心影》。心影，好来。心影。来，第1首就是冲冲冲。第2首就是心影吼，心影哦，影子的影哦吼。来，恭喜咱遮济咱观众朋友拢总约到，先甲收下，谢谢。今仔约无到，敢若3张尔呢，安尼算袂歹哦，然后越来越厉害了哈。后来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，就是你的《黄昏岭》，吼，黄昏岭来做准备啊。芳龄呢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安尼泡一个甜甜蜜蜜的哈。来进广告哦，谢谢。
咱吼今仔要卖蜂蜜真厉害，啊，咱蜂蜜是正港台湾的哦，吼，咱台湾的哈，啊，台湾的而且呢，咱搁做原生种的，吼，原生种的蜂蜜，原生种就讲吼，咱这个采蜂的咱的芳，伫咧放这个芳采蜜的时阵吼，咱是放伫咧山坪顶头，但是迄个灵婴长呢，是迄个原生种，人讲原生溜仔茎，迄上较有味的啦。迄吼上较有味的，就讲吼个灵婴花有分足侪种，有大，咱一般正常较大蕊，对无？但是讲无迄款的。对，哇，迄就改良的迄款的。迄就是安怎采的比。迄较无味。较无味，但是老师人咧采收较济啊，量比较多嘛。啊，咱这采收少，吼，因为伊是灵婴蜜。一粒灵婴就像个柳啊，共款，就是定粒啊尔。柳仔茎，柳仔茎。但是它的我咧讲个原生种，伊的气味就是特别好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才有法度，咱的蜜是当年拢总有得到奖的吼，有去比赛得奖的吼。而且我们你那个芳龄买的蜜是拢总有 SGS 有检验过哈，正港台湾的灵婴蜜，吼，正港台湾的灵婴蜜哈。啊，这一罐就像安尼，我咧讲吼，真侪时段，你若是，尤其是这段时间，如果若热天到啊，免乌白啉啦，啉蜜上介好，对，啊面嘞，身体嘛好，面伊本身就会当吼，对着咱的身体会当安怎形成一个保护率，增加免疫。你看迄个芳的时阵吼，伊一生啊当中啊是伊个采蜜，吼，包括像这芳王啊，伊就是食这个蜜尔。对无？啊，但是伊整个的时阵，伊就安尼吼，会当预防着足侪困的。你敢知芳收内底吼，它是无菌状态呢？是。哦，所以讲来，观众朋友哦，你会记得吼，去年有买过的观众朋友吼，来今年咱会别过来啊，今年的蜜啦是。咱老板甲咱讲的哈，伊讲芳龄今年的蜜的品质，搁比去年搁较好。较好，头等奖的哦。真的。你要带去买着就这头等奖。咱这吼伫外口一罐伫咧卖的时阵，我咧讲吼，伊的定价就是800块，吼800块钱。一分钱一分货啦，其实是来讲的嘛，足俗的。采蜜的。啊，那2罐的时阵。嘛真辛苦。系来2罐当然就是要1600块，对不？吼，来。今仔日咯，我们特别有做优待的咧哈，这2罐拄安尼一箱啦，我甲你做这箱啊。你若是讲要甲人分享，啊要做单咯，要送人的哈，还是像芳龄安尼想要浸一下蒜头蜜的，对，还是要来浸一下这个柠檬蜜，还是迄梅子蜜，来我咧讲吼，你都要摕2罐啊转去啦吼，这安尼一箱内底2罐。有介绍是1600块。来，我们今天特惠咱特惠互咱观众朋友注意听今仔甲咱买一箱就是1380块就好。1380块，本地2400啊，偌济本地偌济？本地要1600。1600。对，1600块咱即马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来。今仔日甲咱注文交代，2罐优待，2罐优待1380。1380。迄若热天时啊，足好用。以前我自细汉咱以前拢无迄什么有诶无诶，饮料那么多啦，就是喝蜂蜜。若较乖的时阵爸爸就讲好啦，你会使去拿一杯蜂蜜来啉啊来，即摆嘛共款，咱做阿嬷、阿公、阿嬷，孙仔若乖的时阵，你会讲哈，阿嬷再来拿一个蜂蜜给你喝今仔甲咱注文交代来，一般咱观众朋友一概拢买大组转去啦讲要买2组来2箱内底每一箱拢总2罐4瓶嘛注意听今仔你若甲我买一组，安尼拄啊一组1380块，2组才偌济啊？2760块啦今仔日2组优待介绍，今年是爱起价，结果嘛是无起啦来优待介绍。2000块，0800810810800800815181观众朋友啊，咱今仔日互你的蜜是安怎有法度讲，伊拢总每一年拢总会得奖，因为咱有搁做薄膜过滤法，搁过滤过所以讲咱这薄膜过滤出来这个蜂蜜特别搁较纯，摘开时阵无杂味而且呢，我咧讲这蜜放搁较久，愈来愈芳，袂泛酸。
迄有的人吼，闽南安尼酸淡啊，足歹食的对无？啊，无就有十味对无？迄拢变质去啊哈！咱这是正港台湾的哦，台湾的零用面哈。啊，你若咱来讲蜜饯就爱问工人啦。啊，若讲吼蜜你就爱问我哈，因为我自细汉吼。阮阿公，因咧开米粿，啊，我咧讲吼，因咧山，阮咧山都是拢咧种啦，种灵应。啊，若咧加灵应，你若这吼起芳的时阵吼，吼，迄灵应味真正是安尼。吼，我看伊咧熬，啊，以前拢安那，熬的尔，即马无共款咯，即马拢更较先进啦哈，用薄膜过滤出来的，迄面吼拢总安尼清，绝对拢总无压渣，拢无垃圾的哈，来。0800-0800-0800-815181哈，我咧讲哦，咱若讲要知影讲吼，到底味有正无正，我咧讲拉着就知影哈。迄有的面吼，你去买倒来时阵吼，拉开时阵清着，迄无正汤哈。我咧讲来会记得吼，你拉开伊是落的哦，有泡泡的哦，安尼才是啦吼。喂，你好，昆东大哥你好。不爱面，要面吼，啊要大组啦吼。哎，大组。好，啊我写开哈。好来哦，谢谢。来哦，0800-8151-0800-815181。我刚甲咱观众朋友讲吼，芳龄这一档期卖恁的面是最好的面，上介好的哈，上介好的哈。那旧年有买过，你就知影，旧足好的，今年佫比旧年较好啦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徐妈妈。我买2组。要买2组。徐妈妈，你旧年有买过无？啊，你旧年是毋是我有买？旧年有买啊，今年还袂买。还袂买吼？啊，一摆要甲我买2组大组的吼。好，我下开哦嘿。好，谢谢你哈，谢谢哈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大哥啊，你要甲我配爱面吼？爱面我下开，我等下再甲你问主旨哦嘿。大罐的哦，大组。好，我等下再甲你问主旨哦嘿。等下要我敲来问啊。嘿，对吼，好，谢谢。来哦，红林大哥呀吼。你敢知？我知啦，来，要大组小组的。 2组4罐的。4罐的哈，我下开啊嘿。好，谢谢。来哦，凤英姐姐。啊，我要订迄个。蜂蜜哈。蜂蜜啦。好，啊大组小组的。啊，我要4罐。 2组的。好，4罐的哦哈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林川的文章大哥。好，你好，哦，你买1组啦吼。 来黄太太。啊，味啦对啊，系啊。我咧讲哦，观众朋友真正是有够好啉的啦，真正是有够好啉的啦哈。好来哦，谢谢大家哈，来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青瓷大哥。唔是，我在台东。你台东？对啊，你写是左青瓷遐。对。左青瓷大哥遐啦哈，啊，你要1组啦哈。2000。是2罐就是4罐就是2000。4罐2000的啦哈。2罐嘞？2罐1380无？哦，安尼买2罐，买4罐。买4罐啦哈。好，啊，我你下开嘿。好，3天内到哦哈。喂，你好，嘿。哇，规个拢无错。喂，你好，嘿，我下开哦嘿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喂。观众朋友，我咧讲吼。 养颜美容，面上介好，而且咱的面吼是正港零用面的吼。你摕回的时阵，我咧讲啊，拄啊一罐，若要送人吼，要去人兜过节要送人，我感觉足好的。你若送我蜂蜜，我嘛足开心的，食甜甜吼，心情佫会当好哈。喂，你好，喂，啊，这你要爱面吼？无听呢。哦，安尼哦，那无听。喂，你好，有听吼？啊，这我等下再甲你问主旨哈，你新朋友哦嘿。 好，好，无要紧，等下再了解哦嘿。好，来挑清楚了解哈。来秀盆啊这。我要买2组。2000的啦吼。好，我下开哦嘿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好，感谢。来哦，要了解就是安怎，咱即马甲咱买1组就是2罐1380块。你一届甲我买2组，买2组就是安怎，卖安尼。 2瓶再加上2瓶，我犹太介绍就是2000块，摕等于就是4瓶4罐哈。你直接甲倒一罐出来了后，你要内底要放柠檬，要放蒜头，要放啥？我这是吼，这是3罐做的。这做啥？做今年上新的梅子，我甲做梅子蜜哈。
我若讲要日今仔冰箱开出来，马上头了就会使食哈。吼，看是要梅子的味道。咱柠檬的味道、蒜头的味道，我们都有哈。来，0800-810518电话继续卡，谢谢。来，今年哈，老板讲来讲，今年的品质比往年还好哦，可能是雨水的关系。老师啊，你准备唱歌咯哈？好，谢谢你哦哈。我跟你讲哈。内底吼，这上重要讲，内底有酵素、多酚，会当帮助咱清除一寡自由基。所以讲吼，你若长期伫咧啉的时阵啊，皮肤会反水哈，人心情会好，无大件呢，佫会降干啦，降火、退火、降火气吼。啊，尤其是你若讲定定咧袂出来的时阵啊，连医生就讲啊，多喝一点，吼，多喝一点，好处多多哈。来，我会记得吼，以前啊，老师你准备好才甲我讲，以前阮阿爸吼。年轻的时候长青春痘对不？我跟你讲，真正我拄则，我就是啉迄，啉落去的时阵吼，伊就退啊，就退啊。啊，若久久啊，就搁咧生一个调剂的时阵，我就搁啉的，就搁退啊。所以讲常常跟那爸爸要说，我要喝那个蜜，我要喝，我喜欢喝。养颜美容。对，吼，后来，安尼我跟你讲吼，我即马要来线卡，甲恁接电话啊吼，啊老师来安排这首做《黄昏恋》，来共同欣赏线卡服务，谢谢。阿廖，嘿，非常感谢咱的观众朋友这个热情支持，哦，啊，这好物件，添一个物件，很难得哈，咱叫台湾的哈，叫台湾的头顶奖的就对。阮是早飞无名的农泉女，离开家乡，出我来救你。想着歹命有时目屎滴，也是不得已。离开阿母的身边，阿母啊，你现时像阮心内边。西边日头照着黄昏影，有时听着可爱的叫声，出分自己是生歹命行，艰苦过日子。阿母你也不知影，阿母啊，这也是母子的运命。黄昏太阳将近要落山，秋风吹来，有时也会寒。目睭向着故乡去边看，
切在用手脚，感觉稀微有无伴，母啊你唔通。为囝操心肝，黄昏了，谢谢。来，我今晚呢，哇，爱娇姐姐，谢谢列祖姐啊，顺天哥哥、秀仁大哥、古大姐啊，这恁的捧我声收着哈。来，哦，阮咧爽爱娇姐姐，你卡唔对，你要卡甲我加油的，你卡去拍捧啊。来，古永川大哥，古永川英川大哥哈，恭喜。贵不过。郭仔郭哦，英川大哥哈，恭喜你哦，嘿，谢谢。好，音乐甲走落去。来，因为哈来，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观众朋友吼，今仔日跟恁讲的，互你安尼吼，一个夏天，互你安尼清清冰冰凉凉的哈，会当润喉，甚至你若讲吼，伫咧冷气房内底温差真大，我跟你讲。真正甲啉一杯啊，哈，尤其泡蒜头的哈，我建议哦，真的跟他泡蒜头的，很好喝，迄气味真正好哈，袂迄种杠杠的味，不会，它跟蜜跟蒜头加在一起，怎么会味道那么好？我的感觉就很神奇哦。来，电话继续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吼，刷卡甲恁做服务哈，谢谢。我来一首夜梦。我接。收到吗？喂，爱叫这啊？安怎？是。使无紧啊，迄无紧啊。日梦梦你感动，梦你对我有情意。乌云天是啥物原因？我的心对你到天边，夜夜梦梦你对阮情绵绵，夜夜梦梦你早日对阮来表示。